想了解更多客家文化吗？想学习丰富棒球历史吗？逆红高飞乱六堆棒球展准备开幕啦！3月11号开始，6堆客家文化园区中阿磊料。好啊！哇 ，Q 的比赛起来，好热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英群阿 Q 妹，今晡日阿 Q 妹很热血吼，做呀棒球衫，韩国拿呀棒球棍的新人爱做乜嘅呢？就爱来同大家来分享一下动有音乐展览模嘅很多霓虹高飞让6堆，韩做的音合法哦，很多逆风高比老6堆，佢啲做乜嘅呢？佢爱同大家来分享吼，呀棒球、野球啲呀6堆天气有按多年的历史，生来有乜嘅珍贵的历史文物，韩国啊有懂得童年的故事，咁童年的故事爱同大家来分享哦。故事細細格格來分享，今晡日嘅來賓，先來分享你客委會客家文化發展中心嘅何建良何主任分享。主持人好，我係客家委員會客家文化中心主任何建良，大家好。好，分享主任哦，接下來係你徐生明老師，你徐總他的太太，我們的謝師母分享。主持人、主任、電視前的觀眾朋友，大家好。好，分享師母來到你節目當中吼，就愛來同大家來分享100嘅展覽麼？100嘅展覽唔但唱今晡日來同大家分享，2位來賓哦，還特別好帶來電路愛同大家來分享哦，就係我們的一卡通噔噔噔噔，還有我們的這個很可愛的卡夾，假使吼各位觀眾朋友想愛得到呀電路，乜嘅時間哦，就係你下一段節目轉來就做得來 call in 拿電路哦，call in 電話係02263097000226309700，打電話落來以後，不是打電話進來就做得拿到電路哦，還會講我們的通關密語，我們的通關密語就得講2種啦，吼，講法語、講客話，全部就做得。假使你係講法語，就是霓虹高飛讓6堆，好，我已經放慢速度了。韓國客話就係逆風高比老6堆，鼓手大家愛記得下一段吼節目轉來就好開始來打電話來拿電路了。好，上來100嘅展覽吼，按精彩，做乜嘅會想愛辦1隻展覽啊？先來問一下主任。主持人好，你故事安尼吼，我來主委副主任同我講，6堆文化園區扮演嘅角色係講，就6堆總調嘅客家文化嘅生態博物館嘅方式來呈現。乜嘅生態博物館呢，對講當地客家表嘅人來共同跟土地還有相關歷史文化傳承的記憶，都係安尼展現來模式。了擺單單來講，到6堆中，以前規個台灣東東人教伊打野球，對6堆中來講，拄好來美和棒球隊，還有6堆中東東人對了野球呢貢獻很多。真挺好，其實也還有懂得像你種法這個職棒的一德都優秀誒，這些野球誒盛宴啊，全部就是美和出來的，錯，對不對？最以前開始大家最敬仰的曾基恩老師，
徐正明老师，李瑞英老师，宋焕勋老师，给他老一辈的泰加农地的讲，全台湾很有名的野球的教练选手，你啊当多大家还记忆很清楚啊，像赵世强啦、彭正敏啦、陈瑞正两条人，洪一中，给拢的美和培养出来的好球员，咱的想讲。一条故事哦，透过安尼点点，当多人是得重新再来回味讲客家中以前的人来故事，掠下的人来感受，未来对应该客家中用这种事情是得发展出新的客家文化新的大家共同来团结意识，没错，大家都很咱们的意识啦。因为啊，其实伫头摆，给这样死推那么久以前，那些的物资对于运动员来讲，你不要说以前秋共亚哈后亚哈人这些运动员都是很辛苦的，在用少少的资源做非常努力的事情。头摆没穷用，成立美和棒球队之后，对台湾的野球的历史有非常大的推力跟动力，对不对？一样这都事情俺都想到讲，利用安尼的机会，把这些人的故事，还有土地的故事，还有一些客家中的历史文物，是在用安的方式集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想要呈现的展览的用意其实有达到目前开展以来，真的有达到这样的故事。真的，而且其实要展览啊，俺知道这个展出的时间非常的长哦，其实对呀，2017今年的3月11号展览到乜个时间？展览到忙年呢，这个2月28号，这么长暗从的要展起底部的内容听说会非常非常丰富，非常非常的精彩。所以像朱音同大家讲一下，这个整个这么丰富的展览的过程啊，筹备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多少的人力、物力、精力？头了个机会嘛，感谢当多年哈。有点故事做开始呢，差不多半年呢。那半年呢，我们要先找到拥有很多六堆棒球的文史资料的相关同仁，过来都会讲当多在地的朋友，给嘛把相关的文物共同来做校正，做故事的阐述，还有现在的人。他过去是故事中的主角，他们愿意现身到一起来参与。真的，今日开始是有90个人说第一代的六队中的棒球员，他也参与。93岁呢，今日当多人刚刚讲，在现场看到我们有少棒、青少棒。青棒、成棒，还有老球员，还有很多喜爱野球的观众朋友，恐吓对俺的演戏里边，我的感觉都会讲对大家对客家文化从里面认同都会讲，你本身的客家人是对中安人，你都认同以前的事情，很多人有贡献，还忙接触的人都认识。就像客家文化，他这边对一家客家人加强一家的认同对无熟悉的人，对无了解的人，让他多接触，让他多了解客家文化跟其他的族群文化的恐吓，为到人贵的台湾文化的文化底蕴呢，都越来越宽阔以前的故事、现在的故事，还有未来的故事，都是得一直发展下去。我爱吃的话，虽然我不是一个非常死忠的那种棒球迷，不过吼，大摆有机会，台湾有机会去比这种国际的比赛的时间。其实，台湾那个土地面积在整个全世界地图上来看，就是这么一丁点而已。不过，台湾有机会到世界上去比赛，野球、棒球就是我们其中一项。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个强势做在本世界看到台湾的素材，故说去看下的展览，就做在本大家很较了解台湾棒球、台湾野球的历史。故说也还就人问一下师母吼，师母你自己去看了这个展览，你有没有觉得有什么东西很感动，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我很谢谢客委会这一次在六队在办这个这个展览，对我是觉得说，至少让我现在在办少棒这个区块，让孩子去看以前的一些传承下来的东西，让这些孩子也会去想我的目标是什么，那我以后
我能不能呈现在六堆里面的展览里面，我也成为一个让人家观赏的一个目标，对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是也是有一个教育的目的在，所以这一次有去参加他们的开幕式，是真的很感动，有93岁的，有那个以前打过棒球的，那还有梅河中学我的母校啊，还有周遭的联络国中的，也是一些打棒球的孩子，这一些客家村的孩子，他们现在也是在做传承的动作，在做棒球的这个区块，我是觉得说。这个活动真的要给他们拍拍手，真的给他们多一点鼓励，让六堆这个区块，让大家有空去看，让孩子们可以去玩一些里面的一些3D 的东西啊，对，这很难得，真的很难得，非常非常精彩的内容，就第二展览地度哦。鼓手各位观众朋友，你亚团时间差唔多诶，下一团就会做乜嘅？我来 call in 了，天发准备大哥来了，先休息一下。群众有一个记忆了哈。
家天发拿起来，爱来送电路了。天发嘿0226369700，天发大哥来讲出你的通关密语就是逆风高飞浪六堆，热风狗鼻捞六堆，就做得到安利这个非常可爱的一卡通，还有非常精美的这个卡夹哦。韩国后尬四共有蛮个发，像我讲，比如说你有已经去看过这个棒球展啊，或者是说你对这个棒球展有多期待，都分享大天发同安利共哦。鼓手啊，跟他的样片低度，没有看到我们的李勇的安利的助理哈，他有讲说他以前喊 C 时节为第一这个以前叫中正湖，现在叫美浓湖，是不是？或者就会去那边打棒球，拿一支棍呢就开始来打牙球、打棒球，某就会地田笋的时节在田埂或者是田路。小时候大家都会这样子打棒球。想要问一下主任，你小时候虽然没六对你头摆有嘛该对棒球、对牙球的一些记忆或者是回忆吗？其实人家台湾长大的人，都有共下的感受哈。细汉时就听到一家亲戚朋友哈，看到该转播啊，或者是听那个收音机哈，听来友啊呢，看个野球比赛。那只要一得到冠军哦，鞭炮声就响彻云霄。哇，冠军去颁压，也很买个时间。该不止客家认同，该国家认同了。国家认同，很感动的感觉。其实俺细汉时嘛会向下打棒球哈，打野球。不过出来的地哈，很多选手真的很厉害。那我们很荣幸讲，人家做的故事还讲六队的故事里面的很多人共同把这些好选手怎么栽培出来，用准表达出那种感谢，在展区里面啊，我们看到很多故事啦，哈，像主要诸位讲很多人向下这种共同回忆都爱主要讲共同的回忆都是原来客家文化生态展览的一种概念。里面呢，有物品哈，让我们很珍贵、很珍惜。主要讲有很多文物，像徐正明老师、曾基恩老师给弄我们共同野球的尊敬的回忆。那徐正明老师呢，他在很小的时候就展现才华，没错。等到他得到冠军的时候，我们觉得里面有一个文物让我们觉得很感佩啊。徐正明老师加个阿公加爷爷就做了一个类似教导有方，亲感动的讲，这面旗子这样转眼40几年了，在展场里面呢。很多人看到会觉得说40几年，错47年了。那时候的感觉就是会觉得说，第一个孩子有成就，除了自己孩子的本来的天赋以外，懂引天某某其他老师呢，由爷爷去代表谢谢，那种感觉会让我们觉得当时很多。难怪美浓地区啦，很多人对老师的尊重，或自己都想当老师，那可能感觉可以按故事一直传下来。还有的讲，故事他们在发展成好的这种成就里面呢，他们永远都记得把这些事情当成一个珍惜，总要来讲我们共同的回忆一样。看这面旗子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总要该询问同言讲，这面旗子是复制的还是原件？他们说是原件。细心弯眼看起来，原件对，非常的新，很珍惜，对不对？我们很希望懂得朋友时代到现场去看一看，当时就在挂在客厅，我们把那个地方呢原来的样子呢，重新把它展现出来。那我想那都是很多不管是客家中规个台湾文化该喜爱人的生活的形态。有天喜爱人当然很有福气，某天喜爱人嘛有看到去有天喜爱林莎呢，向下来关心然后比赛哈。到展区各位可以看到，欢迎大家。时间后有人大天发落来有话爱讲了，分享你讨厌。陈小姐，陈小姐你好，主持人好，嗨，你好，你好，欢迎哦，你的通关密语是什么？逆风高飞浪六堆，好棒哦，恭喜你哦，得到你的小电路，谢
个加油啊！绿队跟野球加油啊！好，没问题。加油加油，动枪动枪。好，谢谢你的支持哦。我去看展览哦。好，谢谢，拜拜。很看，你的这个民众非常的支持，对不对？韩国唔看呐，亚当咱们出题刚刚有讲到，有这些锦旗是原件、原物件，并不是复制品。除了这些非常有很多面的锦旗之外，其实还有人刚刚讲到的这个我们的曾纪恩老师。有一本听说是他的护照，呀，阿 Q 不应该就是懂奇怪啦，你那个护照那个是他老师的东西，你怎么把它展出来给大家看？哦，你还蛮有故事哈。你下都讲不同的时段呢，都冇同款的方式，给人开始出去比赛，一年都一百换护照。那某兄都讲，曾老师的护照，有人珍惜，有人把它收藏起来。那当然也是他的亲戚啊哈，那互相跟他的家人呢，很珍惜那种代表一种怀念，也是代表一种荣耀哈。他有曾纪恩老师的相关的文物。我们的办展时呢，把这故事稍微跟大家分享的过程中，竟然有人就说：“我家里有这种很珍贵的东西。”所以在现场，我们不要说来看的人很惊讶，连我们办咱们姨妈干嘛讲？他们有可能做下工，有我很留的。那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的这种文物的记忆。还有外兄盖徐滂新先生，盖起美和中学要出去比赛，都有一面锣。盖个锣哈是他的戚磊他侄子专门都为美和加油。那面锣也珍惜得很好，拿出来展。当天在开幕的时候，徐滂新先生的侄子，曾纪恩的家人，包括徐生明老师的夫人，也是今天在场的谢师母，这些总要在现场 Q 下来回忆。我觉得那个就是一种我们想要呈现的归爱六对中的故事，在过往、现在还有未来会继续一直把它用不同的面貌，可是它是传承的，而且是进步的。就像刚刚师母所分享的，我们也希望下一代的小朋友，他不管在哪个领域，也许是就用在棒球来讲也好，有机会看到以前的人，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努力，资源嘛某功给多给好，但是他们用他们的精神，还有他们共同团结。其实野球的运动就是很细腻的，又要团结，又要自己守自己该尽的责任，还有时要专注。这么长的局数里面，不能有任何的轻忽，所以我来感觉讲，这些选手在一起的感情都懂浓。没错，这不只是运动家的精神，更是团队的精神。算了，Andy 的亚白的这个逆红高飞 run 6吨，还有其实还有很多精彩的东西，儿童大家轮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跟转来同大家讲哦。好，欢迎大家又走到福喜來嘅節目現場，我係綜藝群阿權妹，還有得鹿晗猛送出去哦，叫天發大雨來02126309720202630970天發大落來，韓國講嘅通關密語，逆風高飛 run 6隊，逆風高飛繞6隊，講出通關密語，就送這個一卡通，還有很精美的卡夾哦。好，剛剛講一個展覽，好，真係有動到。精彩的文物懂值得我們珍惜留念的一些文物，就愛同大家來見面。唔單像按呢啊，其實要展覽按有這麼久的時間，所以它的規模其實很大很精彩呀。它就細細格格的每一下注意，整個展場的規模面積大概有多大？那個展覽的場地有166坪，哇！不過俺園區那個可以養室，我們大概有30公頃。不說你來看展覽，嘛是得同俺園區聊聊啊，你嘛是得帶人朋友了，帶着野球。是的，catch ball 一樣，都是的。因為底部糖貢有很多很 fashion、很酷炫、非常流行的那種跟科技來結合的那種體驗嘛。我聽說有這個3D 的球場、野球場，這是什麼？我們沒有概念。3D 的野球場。
亲身都各位看一下哈，该3D 的野球场哦，是礼拜展览是全国算首创的哈。你是在 key 都该不会哈，做一个投球的动作跟打者对决啊，看到的画面哈，你某刚刚等你拍下来，你会觉得你有氧队在棒球场里面就一夫当关，想要主宰这个战局的感觉，很想太加来。真的呀，改看一下相片，看起来真经有得用的哦。还有哦，俺该不有做一些有碎片油、太片油那种 Q 哈时代工，你有打击挥棒哎，还有跟这些科技结合，你是在实际在里面挥棒打击。AR 的虚拟实境，还有你可以穿棒球服装，嘿，互动式的。两岸展览哦，除了文物以外，也让他真的在里面有互动哦，他的经验会很好啊。底部嘛，有该做下讲到美浓湖，主委头个被打过这个野球，其实矮兄徐老师嘛有个位师母里哈嘛都在做该徐生明少棒，等下师母还可以多分享。俺底部有讲到讲很多影像哈，让我们很感动的讲。没错。今年哈有平光少棒队哦。其实平光少棒队就系俺屏东好几个学校的联军呐哈，得到世界冠军的时候，那天那个主要的捕手徐整当，该年嘛有来做开幕的贵宾，嘿。小时候我记得该个播报员都讲徐整当响叮当哈，希望喜欢都收起响叮当，结果有的人看到俩故事哈，他们又回到来展区哈，去找那张照片，然后看到他们很多的同学，对，我觉得俩头人讲希望你本身也许以前都在6队中黑过以前大概会你可能赛之后呢，有可能是去条路，不过上到以前的故事、以前的感情又回来重温，那种感觉嘛系俺办的展览的目标啦。真的是非常重温。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啊？还有看到这种。作为头摆 QQ 的那种电视机，韩国标的是黑白画面。开画面嘛，当时有氧该是转播画面，俺标出来哈，东影头开会干嘛讲哦，尤其哈，东斯坦影带其他的声音来讲，都会讲哦，娘呀、娘欧呀，或娘阿公，希望是嘛带伢来看，感觉都是一种家庭啊、亲情之间用一个共同的传递来。头摆咩？大家不卡赢，全部就有天使要去里长家，不然要去谁家？太敢嘻哈起了有没有？这个半夜去到里长不卡看天使，看野球的比赛，这变成是一种台湾人民的一种共同的记忆，共同的一种回忆。所以这次的展览有很多，刚刚还有看到那个小朋友在吉普车上挥挥手。哦，干嘛懂神气啊？概念对可以是。开幕概念哈，诸位还有相关的贵宾，现场有一位懂西方的小朋友，我们说你一起上去照相，他照完我们跟他讲，你相当于国手，他的家人比他更开心。拍照有没有？所以其实是很多东西可以体验的。那师母你自己去那边看到了一些徐总的东西，有没有吃到？有很多觉得哇好珍贵哦，这些东西你们也就是还放在这边，很感动。有这一次的那个6队棒球展哦。我觉得真的是一个老少咸宜的地方。老一辈的人呢去做回忆，去幻想回忆他小时候我们的一些美丽的回忆啊，我们怎么去经历过这一些的历史。那小朋友他们可能不知道，就会爸爸他们以前在讲什么，爷爷在讲什么，听不懂。可是呢，这一次他们就可以去回顾，原来是这个样子。爸爸他们讲的，爷爷讲的，原来是这个，都没有骗我，因为他们看到了实景了的模拟的实景。那这是我最感动的地方。那另外一个感动的地方是，有一些算是生命的一些老前辈们，他们的一些文物的展都呈现在现在的一个6队展里面，这一些都是珍贵的历史。对，那对棒球人来讲，这个真的是比较深层的记忆，也是美的记忆，就是一个人生的经历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是我最珍惜的一个地方啊。对我这样
这样看下来，真的感触很多。对，所以我也奉劝说，现在打球的人，东西不要丢，尽量存吧，尽量存，真的要存。以后会是带给你年的回忆类这些东西，千万都不要丢。然后，其实师母最近也即将在举办这个我们每年哈嘎天师 Member 转播这个徐生明少棒锦标赛啊，韩国 Q 年已经开始是国际赛了。对，今年第5届，对，也是国际赛，也是国际赛。那我们今年的目标是因为想邀请那个日本队来，对日本队的小朋友，因为对，但是时间上可能我们还要再努力一下下。对，那最近就很急着在做募款的动作，很积极。对，所以其实募款的过程很辛苦，因为要收集很多资源，一年不比一年。对，所以我要更加的努力哦。那。对，就是今年是在11月25号，11月25号，对，我们就会举办到28号，我们有为期4天的比赛。每年都看到师母吼非常努力的，为了每年的少棒赛，想要让它办得更好，让更多小朋友都得来参加比赛。去年有韩国，今年希望有这个日本的团队来参加。去年是韩国跟大陆队，跟中国 Q 他来参加，今年就是日本。更扩大就对了，对，所以啊，其实今年是第5届了，第5届，听说主题也出来了，感恩传承，感恩传承，为什么特别今年要定这个感恩传承？感恩传承，我是因为第5年，那我们想让这些孩子懂得感恩哦，那做一个就是一个5年是一个阶段，是一个阶段，因为我想说。圆梦圆10年，在我的目标里面圆10年，那5刚好是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中间了，很努力的一个中间了。那感恩传承，我会邀请以前徐总带的一些球员，就味全的这一些 OB 的球员们，退休的球员们来帮忙，来跟孩子做个互动，一起互动，对，让孩子他们至少懂得感恩。对，让感恩跟传承，棒球这一个区块，没错，鼓手啊，分享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徐生明少棒锦标赛第5届，韩国没有来看亚白6队战，那么很多日本高飞让6队，听说我来看韩国金门一神梦2位来宾，谢谢主任，谢谢师母，谢谢神梦2位来到 Any 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咩神梦各位观众朋友的收看，先休息一下，等下我起好起来，停地。运通欣赏来做运通了。